門鎖開得快，可能即係表演做得好。真正安唔安全，你平時根本試唔到。市場監測局抽查咗156批電子鎖，發現51批唔合格，接近1/3。但係大家買鎖嗰陣時候試緊啲係乜嘢？指紋夠唔夠快？人面識別準唔準？個樣靚唔靚？偏偏抽查發現嘅問題都唔係呢啲。有啲鎖連續輸錯都唔識報警，有啲入邊嘅材料就唔夠阻燃，仲有啲鎖匙同埋把手用力一拉，根本就頂唔住。你以為自己買緊方便，其實你買緊嘅係屋企冇人嗰陣時，仲守唔守得住你屋企嗰道門？所以睇智能鎖唔好淨係測試成唔成功，要現場試3樣嘢。第一，檢測報告上邊嘅型號啱唔啱，唔好用同一個品牌另一款充數。第二，故意連續輸錯，睇下佢識唔識回警報，再問清楚冇電點樣供電，機械鎖匙嘅窿喺邊度。第三，俾屋企人親手試一次，至少識一種正常開法同一種備用嘅開法。真正安全嘅門鎖唔係永遠唔會壞，而喺出問題嗰陣時候，屋企人仍然入得去，應該入嘅人依然入唔到。你買鎖會先試速度打1，先試失敗同應急方案打2。